2015年，台南市曾经有2万多例天狗热确诊，因此嘛有113名市民失去宝贵性命。自此以后，台南市伫天狗热防治拢一直尽全力咧做，加强宣导防疫，并积极清除资讯源。透过所有人的努力，咱市这几天嘛创造了连续多档台南零本土案例好成绩。市府28日特别办理2020年天狗热防疫绩优颁奖典礼，要来表扬防疫绩优的团体。同年底，我们颁发奖动作等级商品1件5000元。恭喜东区崇明里。登革热，曾经在台南造成惨重的一个疫情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曾经造成2万多例确诊，然后100多位市民朋友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这个教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所以呢，在登革热防治上，从过去的赖前市长、李前市长到现在，我们都一直全力的来做，不因为其他的因素而有所改变。那登革热防治上，相对的比较单纯，就是去清除滋生源，只要把滋生源这个清除掉，那传染链就断掉了，那就可以做。那我们也创造了登革热这连续几年的零本土案例，台南零本土案例的这个好的成绩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由于气候的越来越暖化，所以说有时候大家在冬天还是可以看到蚊子。所以说我们登革热防疫，只有高峰期跟平常期，但是没有这个松懈的本钱。因此呢，即使在冬天，即使在这几天寒流这个比较冷，但是我们对于滋生源的清除还是要一直加强。那借着这个志工的表扬，借着防疫团队的表扬，我们也谢谢市民朋友的配合。卫生局表示，2020年台南市各区里总共成立404队天狗热防疫志工队，每礼拜伫社区进行积水容器巡查以及天狗热卫教宣导，积极协助社区落实各项天狗热防治资讯工作。这次表扬就是由全市404队当中，评选出前15名防疫志工队以及前10名校园防疫志优团体。颁发奖座以及奖金鼓励，感谢因伫这一档为防疫所做的付出甲努力。市府嘛呼吁，防治要成功，需要全体市民做伙落实巡倒清刷，做伙维护健康的家园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